即点，咱要做伙来献开圣经，来共读圣经。圣经有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3章第1节到第3节；第二个所在是12节到17节。耶和华对摩西讲：我捌咒诅应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要将土地赏赐你的后裔。当你去啊！你甲你对埃及地所带出来的百姓，就对遮上去迄个地。我要找使者伫你的头前，我要赶出迦南、阿摩利、赫、比利洗、希比、亚布斯遐个族，带你到老尼甲你的地，因为我毋甲你去上去，为着你是颔过硬的百姓，行了我伫路面袂无你。佮刷入去较下面的来，12节，摩西对耶和华讲：看，你对我讲，将即个百姓带上去，总是无互我知你要找一水，甲我三甲去。就讲我用名敬掉你，你伫我的面前也得到恩典。我当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互我捌你，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你着笑脸，即族是你的百姓。耶和华讲：我要亲身甲你去，互你平安。摩西对伊讲：你若无亲身甲我去，就毋通带阮对遮上去。对怎样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遐毋是对你甲阮三甲去，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份吗？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所讲即个事，我也要做伊，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典，佮我用名敬掉你。第二个圣经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到14节。腓立比书台语汉语版是227页，现代中文译本是306。兄弟啊，我无掠家己罪已经得到，独全部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伫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以上下面的信息，咱要请谢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教会向前行，教会向前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教会才有读经表，咱已经有读过出埃及记。伫今仔日圣经节，咱有看到这以色列人因伫西奈山骹的旷野，伫遐遭遇着因上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上帝拍算无要甲这以色列人做阵到伫迦南地。这个事件的原因就是早前摩西伊一个人上到伫西奈山顶悬来接受上帝的10条诫甲律法。伫迄个所在有40天，伊拢无有落山，当然可能嘛无有食物件，无啉水。所以这个山骹的以色列人，因掠准讲摩西已经死去啊，已经发生意外，所以因就叫阿伦去用金仔来做一只细只牛仔，然后就叫迄只牛仔讲，迄就是上帝是耶和华，佮拜起迄个金的牛仔的偶像来。当摩西伊落山了，伊就发现即个事件就非常的生气，伊就将即个上帝所刻用伊的指头亲身所刻
的两块石板，顶面有刻有10条界。摩西就甲伊讲落喙，表示讲，这以色列人因无够资格，因未堪伫来领受上帝的律法。咱看，毋仅是摩西真生气，上帝搁较生气。伊讲要灭绝这以色列人，然后来扶持摩西甲伊的子孙来取代这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约。若是你会感受怎样？可能有的人感觉讲真好啊，安尼我最后就出头天啊，以后就是我的子孙，阮的民族。但是摩西伊无安尼想，伊反倒转伫遐来替以色列人来求情，上帝就无阁生气。总是上帝虽然无有真正来消灭这以色列人，不过上帝却是讲，伊拍算伊无要甲这以色列人做阵去。敢若要差派天使，就是使者，伫因的头前做头来带因去。因为上帝知这以色列人真正是固执，也是讲歹剃头，真假乖，所以可能摩西就靠上帝来生气。摩西伫遐继续为着以色列人来求情。咱会当想象，若是今仔日咱去参加一个旅行团，导游忽然间无去，迄是啥物款的情形？检菜咱会感觉真麻烦。公司就算要派一个小弟来带，但是咱嘛感觉讲，安尼即个旅程可能真危险。伫现代检菜，抑个交通真方便吼，也是讲你若有钱，至少你会当。勉强完成旅程，也是着直接转来，再甲公司求赔偿。但是，咱会当想伫3000年前，伫即个西奈山下骹的旷野，是啥物拢无。即个旅行团才出来及，有偌济人？圣经讲是60万的查甫，若是照妇女囡仔加起来，可能超过200万人。遮尔大阵的人，摩西要带因，敢有可能？所以摩西知影代志的严重，伊就甲上帝祈祷。咱会当注意看摩西怎样来遮个为着以色列人上帝求情。伊的祈祷也非常值得咱来学习。咱拄则有看出来记记33章12节到17节，伫即段摩西甲上帝对话中间，摩西大声伊掠着上帝的应允。就是上帝呼召摩西来带领这以色列人，上帝也欢喜摩西，上帝互摩西伫伊的面前得到稳定，所以上帝的确袂当就将摩西等咧，无要插伊。过来，摩西也提醒上帝，讲这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的拣选，因甲上帝的关系是真特别的，所以袂当讲。甲等咧，就甲因等落。伫第14节，咱也看到上帝伫遐讲：我要甲你做阵去，我要互你得到胜利。总是安尼，抑阁无够，是安怎？因为咱注意，遮上帝是讲：我是要甲你摩西做阵去，毋是讲我要甲恁甲以色列人做阵去。所以摩西就继续要求讲：若是你无要甲阮做阵去，那安尼求你毋通叫阮离开即个所在。所以上帝敢若甲摩西去，以及上帝甲以色列人去，即阵人去，这是无共款的。所以摩西并无为着家己求，伊是伫遐为着这以色列人全体百姓来求。摩西最后就感动上帝。互上帝答应甲以色列人做阵去，以色列人因就继续因的旅程，虽然是坎坎坷坷，有愿向前会当着应允的土地来进前。伫出来记记内面，咱通过即个金牛仔的事件，甲即个处理的过程，互咱看到这以色列人因也搁较愿意来接受上帝引带。佮互咱会当看见摩西伫遐，也确实
有最好伊一个代祷者的职分，伊也得到上帝的恩典。教会也是安尼，教会是一群信徒的集合，咱是受呼召来承受使命的产业，要进入应允的土地。咱上个教会对1903年设立到今，已经有经过103年的历史。伫即中间，也经过侪宣教师、信仰前辈因的拍拼，替咱已经有建立真好的基础。到现在，咱看会到有即个双联大楼，也有幼稚园，有安养中心。阁无偌久，咱也伫新庄要有一个社会福利中心，伫4月要来献堂。总是遮个是外面看会到的部分。伫内在伫内底，咱每主日伫教会也有1000人伫遮来做礼拜。咱的教会也有造就训练，有课程。咱的教会有团契，有小组，咱嘛有双联大学，超过500个人。咱也有侪社会关怀的事工。总是咱并无掠安尼来做满足，咱的教会需要继续向前，来进入上帝所应允的所在。今仔日咱所读第2段圣经节，伫腓立比书使徒保罗伊讲：兄弟姊妹，我也无想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保罗，咱知伊是一个伟大的使徒，总是伊家己讲，伊无掠家己安尼做满足。反倒等伊讲，伊要袂记哩后面的事，袂记哩后壁。着头前来继续走，这是保罗伊个人的告别，同时也是对咱信徒的勉励，搁较是对所有基督教会的提醒。咱注意保罗伫遮所讲，袂记伫后面的事，毋是否定过去的努力甲付出，毋是。咱双联教会有真好的信仰的传统甲精神，咱有缘袂当袂记伫咱的教会，就是对陈启春牧师所留落来道步的精神、行未完的祭，以及爱乌那石。头前咱讲即个道步精神、行未了的祭，检查咱较熟悉，咱嘛较接得讲。爱乌那石是啥物？爱乌那石是伫咱的圣餐岛的头前有一块长的大理石啊，因为今仔日咱要守圣餐，所以布盖咧，所以看袂到吼。但是平常时若无甲盖起来，咱就拢看会到吼。伫咱圣餐岛的上头前，即块石头是宣教师明友德牧师，伊伫战后就是1949年民国38年的时阵，咱教会迄阵伫去第3选，就是第3间的礼拜堂的时阵，伊送互咱的一块石头。即块石头是安怎叫做爱乌那石？因为是伫即个爱乌那即个岛，即个岛伫英国的北边，苏格兰的西边，遐有一个小岛，嘛毋是真偌细的岛吼，大细差不多甲金门遐尼大，也是讲甲澎湖的西施遐尼大。伫迄个岛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有一间第6世纪开始的修道院。这是一个教会历史真出名的一个人叫科伦巴吼，伊本来是苏格兰的王子，总是伊放弃伊的王位，伊到伫即个岛来伫遐来修道，设立即个修道院。所以即个修道院后来当然佫经过不断的扩张，到现代也有每一年也有侪人去遐来观光。伫迄个修道院
有一块真大块的圣餐桌，是大理石所做的。所以咱的即块艾欧娜的石，就是对迄块大理石的圣餐桌顶面，甲记落来一块，然后即马呾放伫咱的即个礼拜堂的头前。这就是一个象征，代表讲教会的合一，甲宣教的精神。保罗伊所讲，袂记你后壁的事，意思是无掠现在的成就甲状况来做满足。袂记你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努力要向前。前2礼拜我参加团契，因邀请咱的兄弟林志成来做演讲伊讲的拢真趣味嘛，真有意义，真好。不过我有学着伊讲的一个日语向前行，向前行日语就是前向去佫有动作前向去咱来比一个来前向去，前向去向前愿上帝互咱有向前的气力。咱读出来记记，咱知以色列人因后来伫旷野，伫遐咧踅，伫遐咧行流浪40年了后，才会当真正进入迦南地。它会影响一个团体，伊袂当继续向前的原因是啥物？或者是更较直接来讲，若是对伫咱教会，会互教会停止向前的原因有啥物？头一项就是无有信心。咱看这以色列人，因伫西奈山骹，因为看袂到因的领导者摩西，因也无有对上帝的信心，袂记得上帝的应允，所以因就伫遐犯着即个罪，就是拜金牛仔的偶像。虽然无偌久进前，因才经过伫埃及，上帝虽然降10个灾，互埃及人，总是因却无有受到损害。虽然无偌久进前，因才经过即个红海，来免除去互法老追兵追杀的命运，总是到伫即个时阵，因犹原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伫咱教会生活顶面，咱也会经历着有时阵，虽然看袂到咱的领导者，就亲像即段时间，咱无有主任牧师一样。虽然咱的教会教士看起来无有啥物进步，总是咱犹原袂当对上帝无有信心。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安尼讲：着自信看耶稣，伊是咱信的源头甲落尾。特别当咱伫无有信心的中间，无有领导者的中间，咱搁较需要来仰望主耶稣，来自信看主。就亲像咱的礼拜堂上头前有即个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共款，咱就需要常常来仰望咱的主，伊就要互咱有信心，咱就会当继续来向前。第2项会影响教会无法度向前的原因，就是发怨言，或者是埋怨，或者是哀怨的话。台语另外讲叫做拗拗念。我想应该无需要搁再来特别解说这是啥物意思，咱拢知。咱嘛有即款的经验，检采是咱家己去互人讲，或者是咱家己嘛会讲出去，或者是咱会听别人讲。以色列人，咱所读定定伫遐来发怨言。当因无水通啉的时，因就发怨言，就埋怨；因若无肉通食的时，嘛是埋怨。因特别进入迦南地，伫遐拄着真强的敌人，因着惊，因嘛伫遐埋怨发怨言。搁再来，因发怨言嘛毋是一届两届，是非常侪届，一直伫发怨言。
也因为安尼，所以因的骹步就常常因为安尼来停落来。伫圣经希伯来原文“万言”即个字真趣味，伊是甲停留、甲过暝即个字是同一个字，而且咱就当来了解，当咱伫对人或者是对一个团体发怨言的时阵，咱就是将咱的印象停留伫负面、伫无好的印象甲想法，甚至咱就抓准伊，袂因为安尼来改变，袂因为安尼来改善。相时，当咱伫发怨言的时阵，伫埋怨的时阵，也互咱家己的骹步伫遐停留，无法度向前，佮找到一个真好的理由。当伫遮，毋是讲咱拢袂当有意见的表达，毋是吼。当即马是民主的时代，咱嘛是拢有受到教育。意思是讲，当咱若有意见的时阵，咱就要用诚实、用理性的态度来反映、来沟通。特别是伫教会的同工的关系的中间，佮来互教会袂当继续向前的原因。第三项就是袂当合一。一个团体常常发展到一个阶段，伊所容易拄到的考验就是这项。魔鬼也常常用分裂、分化的手段来破坏教会。咱嘛会当看到，伫教会历史，伫使徒行传就拄到即款的问题。伫初代教会，虽然因有一群着几千人信主，因嘛啥物代志拢做阵来使用，但是就马上伫遐咧分，讲希腊话的人，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然后咱嘛看教会历史，后来就分东边的希腊正教，西边的即个天主教。伫教会历史定定，教会对合一，然后开始分裂。咱若是到伫美国、加拿大，莫看到台湾人的教会，台湾人已经无偌济，佮分做2间教会，无偌久佮分做第3间教会，教会愈来愈稀微，也愈来愈无法度来做工，来做见证。咱拢希望会当向前，咱嘛希望教会向前。总是咱有对教会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总是咱爱知，咱家己向前，无一定教会就是向前。因为我向前，我可能是向即个方向，其他人是向即个方向，某一群人因是向迄个方向。虽然大家看起来拢是咧向前，但是可能互相是伫遐咧扭来扭去，伫遐咧互相造成冲突。虽然大家拢是为着教会好，总是伫整体来看，教会有缘无法度来向前。今仔日教会要向前，除非咱有共同的目标甲方向，就是会当伫主基督内面来合一。因为教会若真正向前，咱伫即内面每一个人就是向前。所以咱今仔日所要追求的是教会要做阵来向前。咱搁复习拄拄啊迄句话来，迈母去迈母去，互咱的教会会当来向前。合一真正是真重要，嘛无容易。总是今仔日，咱无有时间来讲真济，伫遮来顺续来做一个介绍。咱伫3月18到19教会有举行培灵会，咱有邀请台南富强教会的蔡牧师来遮做专讲。伊的头一讲就是伫合一中来得到福气，也欢迎咱到时阵会当来听。蔡牧师一定会甲咱讲搁较清楚。今仔日是咱双连教会设立103年的纪念日，咱的教会历史就要进入第104年。咱双连教会看起来已经是所讲的100年的老店，这是非常无容易。
我想咱中间的确无有超过100岁人，也是讲超过103岁伫遮，因为咱的性命拢是有限，咱的确无人是双连教会设立的时阵就对伫教会开始教导，表示讲咱拢是伫阶段的中间参与伫教会。伫教会也经过无共款的时代甲社会的变化，用咱有限的性命来看真长，总是用无限的历史来看有缘是真短。咱若是有机会到伫欧洲去旅游，咱会参观遮个教堂，真出名的教堂，亲像德国科隆大教堂，西班牙高地是一个真出名的艺术家、建筑家，伊所设计圣家堂，有真济。当然，遮个教会拢是经过几啊百年的建筑，亲像圣家堂，到现在搁咧继续咧起。咱会当来想想，查理上早起即个教堂的人，伊的确毋知影讲爱起起来是啥物款的形，毋知影。总是伊已经参与伫迄个中间，一个教堂的确爱经过几啊代伫遐来施工，总是因有建筑师的设计图，互因来看，互因来做因的标准。当然，伫起教堂的过程的中间，嘛因为一寡因素来停工，亲像经济因素，也是人工的因素，特别若拄着战争无人，就通好来继续来做工。有时阵是拄着设计问题，也需要调整。当然，伫战争的时阵嘛会受到破坏，所以伊嘛需要搁再来重启，这会拢会影响伊最后完工的时阵。搁较重要是袂当就安尼甲停落来，无要继续起，若无永远就无法度完成。今仔日咱也是伫起造教会的过程。教会毋是干那硬体的建筑，教会搁较是一群共款信仰的人的集合，是有信仰，是继续向前的团体。咱搁来复习拄则迄句话，来向前行来，迈木去，爱较出力一个有气力来撒喙来，迈木去。教会需要继续向前，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咱袂当失去向前的动力。什么是互教会向前的动力？就是宣教。从咱教会的精神来讲，就是行未完的祭。伫20世纪，欧洲有一位真重要的神学家。Emil Brunner， 伊有讲，教会因为宣教来存在，就亲像火因为烧来存在。这句话真容易了解。若是火无继续烧，伊就火去。教会咱若无宣教，虽然今仔日咱看起来真侪人坐伫遮，若无有无道友、无有得救的人继续加入。有一天，咱会老去，咱会离开，这间教会就无法度继续存在。愿上帝来怜悯咱，将这个宣教的热情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搁再来，宣教也是互主耶稣甲咱伫地的闭关。就亲像摩西伫遐，伊要祈祷的是啥物？求上帝甲咱。甲以色列人来伫地，咱嘛需要主耶稣甲咱伫地。双连教会若无有基督，伊就毋是基督教会，伊毋知要变做啥物款的团体。所以宣教就是主耶稣甲咱伫地闭关，因为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最后大使命讲，所以恁着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凡我所吩咐恁的，就教示因来遵守。主耶稣继续讲，会记得我就要时常甲恁伫地，到世界的落尾。
所以，咱若是照着主的吩咐去执行大的使命，主耶稣就要照伊所应允的，甲咱伫地。最后，咱看到摩西带领遮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伫迄个所在，伊无为着家己来祈祷，反倒当是为着上帝百姓来祈祷。所以，这嘛甲咱讲，咱着继续为着咱的教会。为着万百姓，为着正教会来祈祷，亲像摩西为着以色列人祈祷共款。咱嘛会当反省咱祈祷的态度，咱拢会晓祈祷，咱嘛常常祈祷，敢毋是咧？总是咱若开喙要祈祷的时，咱是为着啥物祈祷？当然，我嘛承认，咱拢是软弱，咱拢会想着，大先为着家己祈祷，或者是为着咱厝内人祈祷，为着咱熟悉的人祈祷。那安尼，咱的世界太小，咱的眼光嘛伤短。咱着爱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去看即个世界，看基督的教会。因为主讲，着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恁所求的拢要互恁。上帝也欢喜听到咱即款的祈祷。愿上帝恩典甲咱教会伫地。甲咱每一个人伫地，互咱教会继续不断向前，继续发展，也互咱教会诚侪有上帝甲咱同行、甲咱同在、甲咱同工的教会，互咱的双联教会真正诚侪一个荣光上帝、利益世间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你的恩典疼痛，因为你伫103年前，你有感动遮个宣教师来到伫台湾，通过牛埔镇讲义所以及遮个信仰前辈的拍拼，互阮有看到今仔日的双联教会。主愿也感谢你，你引带阮，互阮组织伫你所设立的双联教会，阮诚做一个大的家庭。也互阮会当伫遮来享受伫你的家的快乐，总是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反悔。阮常常伫无注意的中间，因为遮尔舒适、遮尔好势的环境，甚至因为教会的资源，阮就袂记得，阮应该来继续阮的使命，就是向外来去宣教，来去传福音，互搁较侪人会当来进入你的教会，来领受你的恩典，互因的性命得到丰盛。主伫即个时阵，愿感谢你，搁一遍来提醒阮，你互阮会当来回想着你所互阮的恩典。阮相信你也要照着你互阮的恩赐才能，阮欢喜来服侍。检查阮会想到家己可能啥物拢袂晓，总是阮会当祈祷，就亲像摩西伫你的面前祈祷一样。摩西也为着遮个有犯罪的人、上帝特别消灭的人来祈祷，总是阮却袂记得来为着阮的教会，为着阮周围的人，为着阮掠准抑阁无完全，甚至阮会去埋怨的教会来祈祷。主也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众兄弟会当通过祈祷，互即个教会果然诚侪你所欢喜的教会，诚侪你所听圣洁无瑕疵，互你圣化的教会，得到主你的欢喜。愿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